我哋依家上船嗰度啊，我個斜佬啊擺出嚟。出身邊度上？一個包先，一個包。搞掂啊！先，定個波。咩定啊？哇！個球。嚟前啲聲喎，啲波啊，擺條界啊！有身後啊！有台。10號，走咗。Ready，由呢一個位開始啊！企邊度啊？走啊！夾佢啦，要夾佢啦，兩個仲縮啊！喂先，俾佢咁多空間扭嘅。收嚟嘅。喂，好爭定啲嚟，走開，走開。走開。走啊！5七蚊要俾。射線，幫你，過嚟。喂，遮線我要，遮線。嚟啦！好啦，其實，遮線唔好扭波啊，住個球啊，有人。我哋個位咪自己去嘅，點解？位置啊！幫佢。喂，嗰啲波啊，睇下全波定係大波後隻紅山80。溝通，唔好鬧交。放住，接！向前啊！我啱啱擺喺呢邊係啊。預備，睇身後呢度。個位置，因為唔係個顏色，因為字啫，唔係個顏色。即刻！晒，預備。嗰個控位幫到佢嘅，等佢傳到嘅。捉人啊！喂，邊個啊？有人空咗？有冇人空咗？黑人，有冇空咗啊？嚟個，防守，預備。加油，好落腳！我哋有兩個。留意啊，收中間啲啊！唔好咁啊！冇漏，幫！
自己去保庇轉身。去埋。睇下，逼佢去邊度？逼佢去邊度？逼佢去邊度？贏啦！加啦，定啲，定啲。走！起身啊！記唔記得啱啱個練習啊？嗰下啊嘛，係咪啊 ？set 啲錯啊！繼續交啊！好晒。預備 ，four man 嗰條 line 啊！冇問題啊，去做啊！而家最後你試放喺度用個波左右啊，後多兩步，嚟啦，去高！起神隊先。有好多選擇啊！有好多選擇。向前低。有好多選擇。你有好多選擇。你有好多選擇。望左右呢陣，今日你有好多選擇。呢個空曬嚟啦，輸啦乜係？落波啊！直落波啊！其他戰術啊，咪企埋入去啊！咁快，散開，抬頭要叫，借埋，起實。Marcus， 你踢最後啊 ，Marcus， 心要踢左邊啊。OK， 好，邊個半場啊 ？OK。心宇啊，出翻嚟先，心宇出翻嚟先，心宇出翻嚟先。冇俾佢向龍門啊，廿有鋪啊！防守收窄，邊度空間？快啲啊，交啊！羽橋開。心宇，你準備太多啦，繼續抬頭 ，Marcus 上嚟支援佢 ，Marcus 支援佢 ，Marcus。好嘅，講翻佢行動。轉身。阿羽橋出第三台啊，羽橋。直線，好嘢！心面開 ，Marcus 喺後邊冷靜，冇問題嘅，你可以轉邊嘅，壓力唔好大嘅啫。預備，兩個入唔緊嚟啊，兩個預備啊 ，Marcus 做咗啊！攞好先，攞好冷靜，望左右。心開。依邊帶球，冇問題。好啦，走出。借晒。冇俾大位啊！幫佢。最後啊！空間喺邊度 ？Marcus 有冇空間推進啊？呢度
Martin 你睇最後唔係嗰個波啊！揾到邊個撞你係好有控制力用多謝啊！邊個位嘅你知？呢份啊，遮嗰條。OK， 剛才一對一，我嘅波呢度對選擇。Hello。push， 玩，過嚟，再嚟，轉，Marcus 轉。宇橋話唔好行，宇橋去手下啦，宇橋。一蛋，來，贏啦，泡泡，我手，快啲，出吧。好凍宇橋，你諗下點樣超？宇橋，啱啱我out 他。有分享。好啦，係啦。宇橋呢度個位啦，晒，嗌入去。宇橋啊，喺嗰度，你邊度攞波啊？首先入啊，記住。有啲飛。出發 ，ready。位置，喺個頭啊！凍。我呢個踢波好凍。俾壓力佢啊！好波，夠啊！夠啊！出入。哎呀 ，get ready，out， be ready，OK？ 拉開個速度，我 target。危險啊！冷靜啊！可以睇出嚟嘅，個頭。招啊，係咪啊？招個頭，即刻走，防守，今晚。宇橋，你望下啲隊友嘅位置啊！宇橋，你望下啲隊友嘅位置。你係咪就睇緊你自己啊？伊人右邊，伊人遮右。target。Pressure Metro。捉人，上路，有咩電信？即刻！Mitchell，有啲拖喎。盡情小心。盡力啊！唔好一開始捉佢先，留意個波個去向先。望到有人心軟。防守，一齊啦 ！Together！
pressing，我睇下選擇啦，攞邊度好啲啊？係啦。OK， 我哋嘅試。我喐佢個波。阿宇橋啊，好啦。阿宇橋。你真係咩做？真係，宇橋，你真係，撥去右腳醒啦，咁啊！冇位。好夾硬啊 ！Mitchell 有冇望過對手啊？揾得嘅，再嚟防守啦！我翻後面有個。冇俾打力先啦！冇俾打力先啦！耶，good job， Charles！ 防守 ，target man marking。心雨啊！26 right behind。我鬥心咗喎，有冇出現啊？真係好冒險出嚟啊！我選擇啦。而家 ，yes，target。follow up。睇埋啲。Charles，come on，behind。真係唔好走啊！唔好再瞓低啦，瞓低得而家停咗嚟講。走去後面補翻個位啦。好嚟，2對1啦，繼續叫，望2對1，防守。叫啊，捉一隻，前嗰隻你嘅，拉啦，哎呀，唔係3出21全部踢上去啊！嗰邊喎，嚟啦，即刻，唔緊要，繼續。直線 Mitchell， 頂啊，順停 ，say sorry 啊，你做好你嘅防守啫，係跑嚟就叻，我就唔會踢，小心啊！呢波危險啊，要俾牌㗎，真係要俾牌嚟㗎。有少少紅衫。開嘅 ，Mitch， 捉晒，要捉佢啦！好啲第一腳，好啲第一腳啦，準備第一腳，嗰邊喎，要 keep 下，一腳。用好啊，爸。冇問題，出聲啊！你兩個要出聲啊，溝通啊，係咪啊？唔緊要啊，爸，唔緊要啊。望兩邊啊！收窄，Eden，收窄，唔好去中間扭啊！繼續保護個波，危險啊！做乜嘢隻？贏啊！要幾多 ？Charles， 你紅信停調轉，落嚟先，Eden， 落嚟先啦。冷靜，攞個波，3打1，翻埋喺邊度？後位，再嚟，有冇再嚟要叫，抬頭，冇嘢，爸爸。宇橋邊隻你啊？宇橋開波你啊！拉開啊 Mitchell！ 我哋波啊！我哋波嚟嘅，抓住嗰隻宇橋望到隻夠啦！保護邊度？宇橋，保護邊度 ？Charles behind。你記得之前教我幾時收波啊？宇橋啊，衝埋去。你而家要掹邊隻？你而家企咩位？心宇，你而家企咩位？心宇。好嘢！防守，翻嚟防守。係啦。拉開心宇，手睇埋嚟，咁樣嚟支援嗰度。佢做啲咩？你要做啲咩嘢？要跑動啦。係咪啊？攞好。好俾競爭
身，唔好俾佢轉身。好嘅，伊達。對翻啊！唔好俾佢轉身啊！埋嚟啊！埋嚟啊！快啲埋嚟！好，接下。好，ready。小心翻啲錯。企定收步，落收步。幾時加出去？幾時加出去？班人過邊個先？點樣幫佢？我攞攞波咯！到啦，伊達，繼續。睇手。頭頭。keep 翻個 shape 啦 ，keep 翻個 shape 啦 ，keep 翻個 shape 啦。得步啦 ！Yes。再嚟 pressure。keep 翻個 shape 正落 ，keep 翻個 shape。Ready。繼續。身後啊，操！伊達拉翻開，伊達拉翻開。遮晒，起身遮先。Keep up。嗱，其實可唔可以俾地波啊3、2，中國人唔係你呢隻 Marcus，唔好 overcut 啊！伊達鋪邊度？係啦，跟住望到你個人得啦。伊達落多兩步，正落遮中間，係啦。好求其啊！一個去。散翻開 ，good Marcus，好嘢，冇俾佢中間，好正落，穩贏，繼續，伊達吸法，走，捉人，正落翻嚟先，伊達你嗰陣得咗啦，伊達後邊，快啲，伊達啊，後衛 ，focus 啊，起身啊，冇俾佢中間，企定伊達，Marcus你拉開啲啊，心宇嘅嗰個位，Marcus你落啲啊。拉開啲啊！左兩步 Marcus 啊，你拉開啲啊，心要最後啊，你唔使落嚟啦。衝埋嗰時一遮落去，唔好俾佢回第邊個方向。呢度，安全先。左兩步 Mitchell，左兩步。2打1，邊度2打1？右兩步，起身右兩步。可以 ，good。調翻個形狀先。望到啦，伊達。食啦。散開伊達，散開，再轉邊㗎？冇快，你過嚟啊！邊個都可以轉邊㗎，得唔得？過嚟啊！調翻位先，伊達後邊，正落，心月太後啦，心月。伊達，保護個身後邊。呢心月搞啊！阿人啊，咪講佢哋一踢走佢咯，搞咩啊？兩腳波啊！人才3個，起身 ，Mitchell 3個。衝出去啊！就 set 掛啊！衝出去 Mitchell，set 掛衝出去。心月細力打佢就得啦。預備，衝出去啊！準備。細力打佢。打人預備。準備。佢未掂啊！佢未掂，佢揀嘅未已經到個波度啦。因為有問題咯，咁你可以轉翻轉頭先，我哋先。遮晒喎。繼續冷靜，咁啊係正落，係啦，準備企定，係啦，起實邊度？Marcus，跌波翻去啊，抄，跌波翻去啊！16號冇咗啊，咪26號冇咗啊！揾邊個？又再企定，推出嚟，1對1，好嘢，可以繼續反應啦，繼續。再 Sam Mitchell，
佢一槍。捉人13號，抬頭依人2打1。心月準備塞人，好埋晒嚟。可以，幾好位置，正落前邊隻，依人邊隻，保護身後依人，保護身後先，俾佢短，俾佢開短，正落俾佢開短，落啲，俾佢開短，快。手中間啊！有冇空間推進啊？馬大人啊，點解會聽教練講嘢嘅你？宇橋，前邊啊，宇橋，你冇觀察㗎。14啊，空咗啦！走，防守，跟班人啊，問咩 marking？ 報咩？開走。其實我接啊！哎呀，你要接㗎嘛，擋咗係咪識緊波啊？擺定，呢個位，呢個位。見到啊，OK，見到。佢射啦！好入位，甩晒。人做咩錯後面背脊。喺身後啊，起身。幾好啲啊，月橋，好嘢！一仔，依人拉開2打1嚟啦，依陣。好嘢，1對1，嗰邊1對1啦，嗰邊1對1啊，心月。又去中間嘅點解？起身啊！點解啱啱心月，你兩個埋嚟入邊嘅選擇啊？係咯，你又唔好話扭唔到啦，又唔好話扭唔晒啦，係咪啊？起身第一個，射晒。1對1，馬神都壓落去㗎，馬神你要全部啊！冇短咁點啊？嗰邊你，馬神後邊，馬神捉，馬神就唔偷，好邊度？阿人望下邊度空，邊個球員空？唔好意思，佢做咗一隻喺身後啊！喺身後啊！身後啊！保護身後先，心月第一點啊，先落埋，啲人準備啦，馬神。企定，好一段落，叻仔，企定，好嘅。往前面，2打1前面，可以用腳架，宇橋你望前面，心月人保護邊隻先嚟諗啱。呢人好啦，呢人唔好懶。拉開，依人拉開，做好你嘅支援位置啊！射晒而家。出嚟。一仔心月望到，可以，分埋2打1。贏啦！可以啊，俾錯事啊，心月俾倒腳，一係就俾嗰邊，過嚟啊，啱啊！
準備一隻，正落後邊啫，一仔正落。對出嚟，好嘢正落，一仔贏下你贏佢，一仔正落，繼續，好嘢。呢陣啊，小心啊，唔好 over 執埋過嚟啊，心面拉開，後場嚟㗎嘛呢度，心面咪得咯，呢陣。你俾正，呢陣俾正我就要俾倒腳。係你望身後啊，啱啱提咗你㗎嘛，係咪啊？得唔得 ？ready 啦，你要 ready 啊，而家進攻啦。接殺，依彈啊，中間係咪險？落嚟。往後。射中。發。唔好俾大位去，唔好俾大位去，冇大位，我唔要大位。過嚟啦！出咗界，南山波，喺條界開啊！有彈，你嗰邊個過啊？你嗰邊個過啊？張志飛，你嗰邊個過？贏啊！交啊！伊頓啊，伊頓，有冇更好嘅伊頓？有冇更好嘅選擇啊？伊頓，心宇啊，收聲啦！心宇。一仔 good， 呢度，試下多啲向呢度出發啊！你成壓咗中間啦。一仔正落。你做晒。心宇，我再啲嚟嘅，防龍防守啊，花花，企喺度睇波嘅你。冷靜 ，stop， 收步，防守位置。呢啲人唔好再攞中間，試下攞去呢度，呢個係贏波嚟嘅，落啲，照俾啊，好嘢！你冇吹，你停喺度㗎喎。轉，一打零，2打1，推埋去，翻得晒，有冇空間推進啊？真係，推波唔會死啊！啲人推快射嘅你。呢人拉開，望前面，2打1呢邊 ，good， 大力，叻仔 ，very good， 直線喺身後啊呢度。冇犯規，阿人預備，準備 1v1，正落後邊包佢，好嘢，防守，起身推進，一仔繼續，好嘢正落，快嘅，要快啊！呢度要快啊！好嘢正落，好嘢，快，好嘢，呢度出嚟 ，L 彈，中堅，張志飛中堅。信行，打住右邊先，睇身後啊，信行，左個入接啊，離開，你信行，防守，爸爸身後啊，14啊，
去俾彈 ，yes， 繼續，走，黃樂科，走 ，switch， 而家 switch， 你兩個 switch， 花真係 switch。Marcus 位置，用埋羽橋啊，靚波，第一個，直線出力，保護指飛，睇住啊，又揾隻手出去。好嘅 ，Marcus， 拍嘅，反應，好嘅，真係啊，又咁樣啊！留意你應該幾大嘅，好得。走，交華唔好追啊！冇揀力，防守，盡力防守。交完未啊 ，Marcus？ 爸爸，記得要 follow， 防守翻一定要 follow， 得唔得？跟翻落去 ，OK？ 子飛，嗌佢哋，提佢哋啦。你要 lead 嗰條後防線啊！等同於你踢中場中，你點樣提？交華，右兩個，呢人，右啊！你嘅右手邊啊，係啊，呢人落去安全啲，爸爸深啲。而家捉晒真係，我要個波，叻仔，起身，快，快啲翻去，快啲翻去。阿人，邊個空啊？你俾地方咪得咯，阿人。對晒花。冇俾佢轉身，唔好俾佢轉到出嚟，唔好俾佢轉出嚟，撈佢嚟，唔好俾佢發開，阿人啊，你碌個短咪得咯，係咪啊？預備啊，直射啊！10月，留意射緊波啊，球員，繼續轉身 ，yes， 左腳。冷靜，好啦，接實3個啊 ，Marcus， 試下後邊要個波啊，快，防守。反應，對。邊個第一？可以 ，good， 下邊啊，我攞肉攞好啲啊，L turn，去翻右手邊，跑出嚟，跑出嚟，而家你冇人包㗎啦，陣間有人包你啊，嗱，望下，交啊！10月，冇準備時間先啦。follow up 3點。10月，太後啦，過嚟啊！3號少少啦，3號。好似係藍色。係啊，藍色。咁我哋係紅色啊嘛。紅波繼續，遊落空間。你邊個簽啊？靚波。第一。有可以嗌住個，你啊！有佢都幾高㗎。嗰啲咩要快啊？最多。好咗吧，呢度。食晒，唔要，接殺。短。有球。即係你都唔喐呢啲㗎。會㗎。嚟大雨喎。
嘅正路，好嘅正路，好嘅 Marcus， 好嘅，係追埋，壓力，好嘅 Elton， 交啊，右手邊，對位，正路對位 ，good， 交啊，今晚Marcus 出現翻 ，Marcus 出現翻，定，真係定，到位喺身後啊，可以點做？ 27號啊，反條界，你乜緊佢啊？你唔好淨係望波啊！交啊，唔好淨係望波啊！27啦，27啦！